情緒穩定嘅人唔係性格好，係佢哋識得分配好自己嘅認知資源。你以為嗰啲成日處變不驚嘅人係天生冷靜？錯啦，佢哋只係將啲努力全部投晒喺值得嘅地方，其他雜音自動屏蔽。呢個就係認知資源管理。點解有啲人面對同一件事可以好冷靜咁拆解，有啲人就即刻崩潰呢？因為認知資源就好似你手機嘅電量咁，係有限嘅。你將啲電用嚟擔心人哋點睇你，用嚟回味過去嘅錯，用嚟諗如果當初點點點，咁樣樣都係消耗緊你。當你將啲資源全部攞晒去搞情緒內耗，咁就無謂留翻俾真正要做決定嘅嘢啦。真正嘅穩定係將認知資源只係投入兩樣嘢，我要啲咩同埋點樣做到，其他嘅雜音一律唔好入腦。你以為嗰啲好似好冷血嘅人，其實係佢哋個腦入面有套系統，邊啲嘢值得處理，邊啲嘢唔使理。呢個唔係天賦嚟㗎，係訓練出嚟嘅決策肌肉，而大部分人從來都冇練過。所以你會見到同一個處境，有人即刻做決定，有人糾結3日3夜。唔係因為對方聰明啲，係因為佢哋將認知資源放喺啱嘅位置，冇內耗，先有決策力。軟弱唔係性格問題，係你嘅決策肌肉從來都冇被訓練過。你成日覺得自己唔夠果斷，唔夠硬淨，其實係因為你習慣咗將認知資源投晒落去。點解我咁廢？呢類自我質疑度，呢啲質疑唔會幫你做決定嘅，只會令你更加無力。真正嘅問題唔係你唔夠強，係你從來冇建立過一套點樣快速做決定嘅機制。你冇訓練過，我唔理其他，我只做我應該做嘅嘢呢種能力。所以每次要揀，你就消耗，而呢種消耗最終會令你連揀嘅勇氣都冇埋。試錯係有成本嘅，但更大嘅成本係到你付出代價嗰陣先發現，原來你從來冇真正擁有過選擇權。因為你將人生最寶貴嘅認知資源全部投晒喺內耗、自我懷疑同埋討好人哋度，到你想做決定嗰陣，先發現自己已經冇晒電。成年之後嘅試錯，代價係時間、係關係、係機會，而最大嘅代價係你終於睇清楚，原來自己一路都冇真正做過主。所以由今日開始練習一件事，將認知資源只係投入我要啲咩同埋點樣做到，其他嘅雜音唔係你冷血，係你清醒。決策力唔係天生嘅，係訓練出嚟嘅資產。而家開始練都未遲。